们护国将军的女儿就长这样，差不了。你再看看这个，行，我买一个。看一看，卖完就没了。给我来一个。花县主画像，少量供应，卖一张少一张。看花县主画像啊，卖一张少一张。来一张。小姐，我们快到易经了。小姐，我们花家正处在风口浪尖，你可千万要记得老爷夫人的交代啊，小心行事，低调做人。知道了，该我出场。花县主一路自清寒州而来，万分辛苦。陛下隆恩，已为花县主备好府邸休息。我等在此恭候多时，这就带花县主过去。5日后带花县主面圣，请花县主下车。请花县主下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花县主，我是花家的侍女，鸢尾。鸢尾，哎，小姐，是已经到玉京了吗？啊，到了，大臣们都在等着你换车呢。扶我下来吧。哎，好。小姐，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花家的女儿是这样的柔弱吗？是呀，那我们猜什么？但她身体不好，见风就打。怎么了？县主不是喊厉害吗？怎么这么柔弱？对呀。太子殿下到！
下太过兴奋，为殿下的英姿倾倒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所以。打！太子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太子殿下果然还是如此的凶残，这千万别惹到他了。这就是冲撞太子殿下的后果。拿下去。小姐，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他往这边走了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我家小姐，她被风吹晕了。啊！救了！啊！太子殿下，这个不能见，不能见啊！太子殿下。县主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被风吹晕了，气息平稳，别是装的吧？花县主，敢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花县主，难道？哎呀，小姐呀，你也太惨了吧！这才刚到玉京，就遭遇如此后果，就因为是花家的女儿，就这般对待吗？小姐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小姐在娘胎的时候就被送上了战场。跟我来这套。花家是大功臣呐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功臣之女啊？这一定是落下病根了。是，就算是太子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哎呀，求求太子，让花县主回家休息吧！求求太子，求求太子，让花县主回家休息吧！好你个花琉璃，这花家小姐如果在这真出了问题的话，还真是不好交代呀。是啊。太子殿下，这病由来已久，得住得闲适一点，方可痊愈。啊，对，陛下不是准备好住处了吗？只要回家就可以。既然花县主水土不服，那就尽快回去休息吧。不过孤认为，陛下的花家宅子太过吵闹。小七、小八，在。送花县主前往玉京西郊的宅舍，最宜静养。是。西郊，这又是来哪一出？这怎么突然就换了地方了？花县主，请好生歇息，姑也会派人日夜守护，你可千万别再出门惊了风。不日面圣，陛下和姑都很期待再见到你。送人。是。谢太子殿下。花县主，好好休息，好生休息。怎么不进花府了？刚才可吓坏我了，太子殿下直奔您而来。
你以前可对他做过什么啊？羞辱泽吗？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始乱终弃，应该也没有。哎呀，就小时候刚学会写字嘛，喜欢直抒胸臆，就给爹娘相熟的王公大臣都写了信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以前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装的玉掌花柔的呀！装什么装？我本来就是要即将成为千古留名的病美人。这花琉璃小时候曾与姑有过书信往来数年，对她也算略知一二。今日一见，简直与信中所写判若两人。若是这样，岂不枉费我一番苦心？今日我爹送了我一匹小马驹，还送了我弓箭。我在山坡上整整跑了10圈，听说你连个狸奴都没有，你好可怜啊！然后我拿这个弓箭得了第1名。我给你寄了一瓶特制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我取名叫一泻千里。只要中毒了就会……听说那些臭东西又说我花家坏话，等我将来回到玉京，第一桩事就是要打的那些只知告状的文官满地找牙。姑如何能相信他？哎，对了，太子殿下长得怎么样啊？我刚刚太害怕了，我都没敢睁开眼睛看他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个？你懂什么？这太子殿下一看就是有备而来，那我肯定得想想办法，怎么对付他了。各位，走过路过的，今日云寒公子新曲演奏，这宫里的郡主、县主啊，都来我们这儿玩，大家伙快进来看一看吧！欢迎莅临精灵院。花县主，行李都放在这儿了，你们4个留守在这儿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？县主刚刚来到玉京，还请好好住着，修身养心，有何事换我们就是。走。啊！原来我还是觉得好晕啊！小姐，你不要吓我呀！走，赶紧进去，慢些，扶着我。啊，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小姐，他们看不到了。我知道，走，我们进里面看看。好。这，小姐，你看那个草都快比我高了呢。这说明这儿的土地肥沃，等到春天正好都不用种草了。啊，就算是人质，也不至于这种待遇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小姐，我们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呀？你看，小姐，那个水里不会有冤魂吧？冤魂倒是没有，倒是有一只鸢尾啊！小姐，你看啊，这个是水井，可以随用随取，这不比在清寒州幸福多了？小姐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行啦，这总比营帐强吧？小姐，那是不是写了个死字啊？你到底在玉京得罪了多少人呀？这下我们真的是死路一条了。这是花府啊。爹爹说，花家在西郊有一处老宅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外面那块牌匾是太祖父亲手写的，只可惜太祖父战死在战场上，也没有机会回来看看。我们花家世代投军，不惜举家去边关外，宅子竟然落魄成这样。小姐，
为何我们好不容易打了胜仗，他们还是要提防我们？这太过分了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，打赢一场胜仗有多难。如今太子殿下也来横插一脚，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。太子殿下比文官们狠多了。小姐，你这般聪明，难道不知道太子殿下在想什么吗？还真不知道。不过偏居一隅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。这光秃秃的地方能有什么好事？文官们都说花家功高盖主，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呢。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就索性接太子殿下之事被发配到这里来，总比在闹市里头众目睽睽之下什么都做不了的要好吧？可太子殿下不好对付。看来得想办法来摸清一下他的底细。怎么摸？跟我来。袁伟，咱们今日来的时候是不是路过金陵院了？那你还记得路吗？记得呀。你刚还当众病倒呢，现在太子的人还在外面，你竟想着寻欢作乐。怎么会呢？你怎么想我呢？我可是打听过了，玉京中的贵女都会去那儿。那你想啊，要打听消息，那肯定是要偷听到一些私密的信息嘛。我才不信！你居然不信我！你连如此身娇体弱、有人美心上的县主你都不信，行吗？我真的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入戏也太快了吧！小姐，我打探过了，守卫森严，我出去买菜倒是可以，但是你的话，找到了，我有办法啦。小姐，这是哪儿来的呀？鸿雁传书。但是我也不记得是谁寄给我的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上面全都是玉京最流行的穿搭和发型，快，照这个给我打扮一下。去找几个簪子过来。最后一步了，来。小姐，你别乱动呀！哎呀，美丽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嘛，忍着一点嘛。来，低头。真的得感谢爹，得亏了他当年和娘出去约会这祖传的狗头。哎，话本上说的对，小姐私奔必遭狗洞。快走吧。来，欢迎欢迎！佳敏郡主、姚小姐，你们来了。上次的座位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快随小的进来吧。里面请。佳敏郡主、姚小姐，雅座已替您备好，里边请。二位请慢用，有任何事情可随时吩咐我。
高昌国特使于5日前骑车前往京口，实行目的待审。刑部大臣方如修之子于本月初3在金陵院私会在京腹地举办诗会，参会者10数。摩斯与滇竹签订边界互市文书。金国2皇子惠远亭离开金破已经数月。花家军延缓办事会超时，姚侍郎对京南郊后水天长。 殿下，5日后花琉璃上朝，需好好商议对策。这些老家伙，也就这点能耐。殿下，哎，今儿这茶香啊，让我赶上了。那名刺客压下去了。 压了，还是你高明，算准了今天花县主会来，门口便有一场大乱。那几个刺客还挺有本事的，险些就伤了花县主。不过幸好有我在，一招制敌。今日也算是英雄救美了。你说错了，是孤幸好有你。对了，你给我看看。 这手帕上是不是血？只是看看。这个应该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一种果酱，看着还挺像回事的。殿下，你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吧？ 聪明，谢殿下夸奖。殿下，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，花县主这个人心狠手辣，行事乖张，还有武艺高强。对了，你还跟我说过，说她是一个能干大事的女子，代替其他花家人来玉京，准没错。那不是疑点更多？若花家当真如信报所说。 他们有叛逆之心，那今日的花琉璃举止便十分可疑了。要查。渊伟啊，你觉不觉得我们有点丢人呀？ 好歹是驴驮着，省了人力嘛。到了，小姐，我们真的要去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更何况你不是也想去见识见识吗？啊，小姐。 连我里面请。没有带遮衫。小什么？小花，我紧张。怕什么怕？有我呢。走，我们坐那边。怎么了？我爹昨日骂我来着，他说我日日都来金陵院消遣，给我选那些家婿，我都瞧不上。确实瞧不上嘛，纨绔子弟，脑袋空空。你别跟你爹说不就完了吗？我都偷偷来。也对。哎，咪咪，你说咱们玉京城内这些男子，谁最出众啊？自然是云海，也就太子殿下能跟他比。太子就算了吧，太难相处了，我爹都怕死他了。自己整日懒散不理朝政也就罢了，
还给别人定了条规矩，不许尸位素餐，必须日日进言。我爹每天编的奏章内容头都大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今日太子将那花家来的幼女直接扔到西郊的荒宅子里去了。真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听我爹说，这次花家就是陛下授意，太子才敢如此嚣张。是吗？花家功高盖主，又在边关不肯回来，那陛下肯定忌惮呀。这次花家呀，要倒大霉喽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跟谁拍桌子呢？我什么我？你什么你？哟，原来是行为粗鄙的乡巴佬。瞧瞧这身打扮，10多年前都没人这么穿了吧？何时金陵院什么人都能放进来了？连嘉敏郡主都敢得罪，贾小姐不是？不仅说我花家，还敢嘲笑我的妆容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哎呀，这位姐姐，你好凶啊！哼，都把我们给吓到了。姐姐，我是你佳敏奶奶，你又是哪来的乡巴佬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这玉京的贵女都像姐姐这般嚣张的做派吗？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花家。佳敏郡主何等做派？这可是玉京城内的女子都争相效仿之人。所以，我就算说了花家又怎样呢？这花家恐怕……姐姐，我见识短，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作是妄议朝政啊？可不敢，可不敢！诸位贵人，给小店留点面儿。云寒呢，马上就要登场了。2位贵人，要不我带你们去个清静的地儿？不要！凭什么说我们话？凭什么不是你们？有劳了。来，这边请。哼！好了，咪咪，不气了啊！坐，喝杯茶，喝杯茶。云寒马上就要登场了，有事情随时唤我。来，谢谢。喝点茶。小姐，你干嘛拦着我？让我去大战他们300回合？你别忘了，咱们是来打探消息的。你再和他吵下去，那岂不是要惹人怀疑了？啊，那小姑娘看起来很有背景，爹娘非富即贵，看来来头不小呢。重点观察。哎，殿下，你这是？不出去透透气。哎，衣服，殿下；面具，殿下。这怎么样了呀？
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，趁机各处走走，找个人打听一下。找一个乐师，最好长得好看一些，再找个小房间和他细细打听一下眼下玉京的官员情况。怎么感觉越走越不对劲了？那个贵客，您是找人，还是找路？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啊，来这里自然是找人的呀。这位乐师，不知有没有时间和我聊聊呀？倒也不是不行。那贵客，请这边走。嗯。哎呀，太疼了！哎呀，小姐，你吓死我了！来，你都戳到我头皮了，忍着一点嘛。来，怎么样？应该和这上面差不多了吧？好一个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绝世大美人！燕尾，燕尾，你快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身娇体弱、惹人怜爱的病美人呀？当然是小姐你了。燕尾，你这个人呀，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太诚实。你们金陵院就是这样待客的呀？还真把姑当小乐师了。碟子，贵客，请慢用。你这身材看起来比云寒壮一点，应该样貌也还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贵客，您唤我季怀便好。季怀。那贵客您该怎么称呼呢？叫我花花就行了。喝酒误事，我就不喝酒了。我初来玉京，不如我们聊聊吧。说到正题了，本院定了规矩，季怀不可越分妄为。这样啊，那你就给我弹首曲子吧。本贵客从不刁难人的。哎，算了，也罢。那贵客，你想聊什么呢？快坐吧。我刚刚在乐坊里看到了一个贵女，她身着非常富贵，然后占据了最好的位置。她长这个样子，2个眼睛，1个鼻子，1个嘴巴，她的头有这么大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花。倒是挺像您的，贵客。她这个人脾气非常的不好。跟谁拍桌子呢？我什么我？你什么你？原来是个行为粗鄙的乡巴佬，而且还说自己是什么敏奶奶，叫嘉敏郡主。嘉敏郡主，父亲是户部尚书，母亲则是顺安公主。父族之中有善布帛通商之人，堪称满门权贵，自是有他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的资本。田尚书是个典型的妻管严。江南云记带回来的点心，夫人尝一尝。本宫不喜欢吃那些甜腻之物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是说想吃点甜点吗？千里迢迢托人买回来，你又说不爱吃。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你想吃什么？吃天上的月亮？你冲我发什么火嘛？又不是我惹娘不开心。
夫人还想吃什么？往日与朱御史、姚侍郎关系最近，这三人号称晋国三文士。姚侍郎四肢无力，却好舞刀弄枪，耳根子极软，最好跟风，对三文士甚为不满，认为应该是晋国三剑客。姚侍郎与田尚书素来关系亲睦，两家女儿来往密切。姚文因姚小姐喜欢读话本，但眼神不太好。朱御史膝下唯有一女，年纪尚小，一家人甚是疼爱，被视为掌上明珠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在乐坊里面还听到他们说，太子殿下长得很不错，跟云寒不相上下。那太子殿下为人怎么样啊？竟然还问到姑头上来了，胆子大这点倒是没变嘛。太子殿下此人长相十分简陋，贵客无需放在心上。简陋？一个鼻子，两个眼睛，一个嘴巴。我刚刚还在乐坊里面听他们说，太子殿下这个人行为作风十分凶残，想来应该在朝堂上下得罪不少人吧。哎呀，贵客，您这问题倒是问得精妙得很呢。什么意思？若说树敌啊，太子殿下敌人可是遍布朝堂，那花家的花县主也不遑多让，不是吗？朝野之上，皆是看不惯太子殿下作风的官员，也有日日要拉花家下马的官员。都说花家功高盖主，以起异心。那请问这位贵客，太子殿下与花县主是敌是友呢？你真的是个小乐师吗？那贵客真的是来听曲子的吗？我当然是来听曲子了。今日跟你聊得十分畅快，改日再来找你。我先走了。你看啊，咱们今天就是聊聊天，也没有喝酒，也没有听曲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钱，那就这样吧。等我改日再来找你玩几回。快，走走走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哎呀，下次再说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不是，这人打哪儿来的呀？哦，小的也从未遇见过他们，倒像是今日才进玉京的外客。今日才进玉京，就敢如此。花琉璃，那我就让他知道这个玉京到底谁说了算。芳华易泄，逝水难归。芳草萋萋，美人如斯。到底是何人？怎知我花家命运？小姐，小姐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又死定怎么了！慌慌张张的。我刚才出去采买食物跟炭火，可谁知道一走到哪里，哪里就被收了。哎，姑娘，大白菜新鲜得很。哎，衙门检查，看看谁家敢欺诈百姓，以次充好。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哎，姑娘，来看看，自家种的。这个可以，不要了。好好好。
衙门检查，谁敢不服？过来过往的看一看新鲜的蔬菜啊！哎，这个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这里的菜，本郡主全要了。好。太过分了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原来是嘉敏郡主那只小肥羊，他爹是户部尚书，有这点能耐并不一般。小肥羊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以后说不定咱们要跟他打很多交道呢。可你不是说只要我们弱柳扶风，便能避过锋芒，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弱成这样了，要是还有人踩我们的话，那就不能怪我惹是生非喽。殿下，嘉敏郡主给花琉璃断了粮。是啊，那他还不算太笨，不枉费姑派人点破花琉璃的身份。殿下英明。到。来，慢点。太子有令，请花县主好生休养。琉璃初到玉京，还没有和各位叔叔伯伯们打声招呼，怕礼节不够，家父会怪罪。小姐，所以琉璃得出去一趟，你们跟在我身后便是。还要辛苦两位大哥，帮我们搬一搬礼物。快去！小姐，小姐，咱们去了真的有用吗？这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断我们的粮，我们自然就要向谁去讨粮啊。可是嘉敏郡主家中，一位是户部尚书，一位是顺安公主，一门三贵胄，咱们搞得定吗？一门三贵胄，他也有上下之分吧？况且像他们这种身份的人，总不能为难这娇弱无比的琉璃小姐吧？老爷、夫人，花家的马车到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感谢我们家老爷亲自到城门口迎接，护国将军特地嘱咐他来拜访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？就是，不能去。他到我们家来拜访，和我们成为朋友，我们那些同僚怎么看我？明天早朝还不得群起攻击我呀？绝不能让他进来。是。哎，你说这怎么还不来呀？这都等多长时间了啊？哎呀，小姐，要不你先回马车里休息一下，你这身体啊才刚恢复好一些呢。我是花家的女儿，这点礼数还是要懂的。而且昨日田伯伯也在西郊城外等了我许久呢，爹爹也曾反复叮嘱过，一定要来看看田伯伯的。花县主现在去了田尚书的家里，千真万确，动作挺快呀。你说花县主又乖巧又老实，你说这田尚书怎么能让他等这么长时间呢？啊，就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是呀，这要等出毛病了怎么办呢？是啊。花县主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我们家尚书大人说他自己不在。琉璃就站在这里等田伯伯回来。琉璃的身子可以撑得住。这田尚书一大早，这能去哪儿啊？那分明是闭门不见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看这田尚书啊，就是有意难为人家。就是啊。出来呀！出来！出来呀！
花县主，我们家老爷说他回来了，请您进去。请。那他们要倒霉了。是啊，田尚书家里的顺安公主和嘉米郡主，那可都是不好相遇。花县主这回可是踢到铁板了。姑说的不是他。哦。琉璃拜见公主殿下、尚书大人。你就是花县主？哎呦，县主真是太客气了。琉璃身子不好，昨日初到玉京，有些水土不服。幸而太子殿下把花家的老宅让臣女去居住，这今日稍微好了一点，便立刻来拜见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了。爹娘，他骗人，我昨日见过他。啊？郡主昨日是在哪里见过臣女啊？金陵。可能是我看错了。也不知为何，郡主如此敌视琉璃，竟给琉璃断了粮。琉璃从昨日到现在，和身边这位小婢女是一口饭都没吃上，而且百姓们都说是户部给我们断了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琉璃自然不能让百姓这般说户部，所以一早就赶来了，并且和他们说我爹和尚书大人关系很好的，这样百姓就不会多想了。这孩子真是太好了，还知道为我们着想。这是应该的，况且我娘说来京以后一定要来看看顺安公主殿下。当真？魏将军当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说起来，顺安公主倒有些不一样，虽说是公主，却对长安侯魏将军十分仰慕。而且我娘反复叮嘱我，一定要懂得礼数。那箱全都是我从清寒州带来的礼物，礼轻情意重，您可千万不要嫌弃。哎呦，这孩子太懂事了，千里迢迢的从清寒州过来，已经够辛苦的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真是又乖巧又懂事的，哪像我们家敏敏啊，整日就知道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根本不知道珍惜今天的大好生活。不是你夸他就夸他，你骂我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呀？你装一个给我看看。我别乱说。花县主还没吃早饭吧？没吃呢。走，一起吧。吃过了早饭呢，带你去宅子里到处转转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，本宫都赠予你。多吃点。来来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公主殿下，这个也太好吃了吧！太好吃了。顺安公主啊，您都不知道我爹娘镇守边关的日子有多苦，他们要是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定会日日被笑醒的。啊，这般稀罕吗？稀罕稀罕。公主殿下，臣女不能再吃了。怎么了？这要是把嘴养刁了，总不能日日都来你们府上吃东西吧？哎呀，怎么不能啊？你这么乖，你想来就来，是不是老田？是，花县主要喜欢就多吃点，吃不完带回去吃。吃。月伟，你看看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，他们多好呀，简直就是菩萨在世，普度众生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谢谢公主大人，谢谢尚书大人，谢谢嘉米郡主。来来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哎呀，你吃饱了没有啊？没吃饱千万别客气。吃饱了，臣女都吃撑着了。以后啊，就把这当家啊！公主殿下，你们家真不愧是布帛锦缎之家。您看郡主身上的衣服的料子，比我平日里见的所有都要好很多呢。布帛呀，敏敏那还有好多，都赠予你。不是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而且臣女也没带箱子来呀。哎呦，上书府还缺箱子吗？来人，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啊？哎呀，这书也太别致了吧，真好看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
这怎么带得走啊？本宫这里还缺人手。老田，安排。带你去那里看看，这是我们的藏宝阁，你随便看看啊。好壮观呀！哇，好漂亮呀！琉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夜明珠，这不愧是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的府邸，果然贵气十足呢。你眼光可真好啊！娘，你能别听他瞎说了吗？他昨天明明浑身上下金银首饰。你昨日不是没见过他？花仙竹，你若喜欢，本宫将它赠予你。娘，这可不行，这是我什么我？谁让他收我普度众生呢？这礼物也太贵重了，公主殿下，您对琉璃真的太好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喜欢。让你断我粮，让你欺负，气死！花琉璃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田伯伯，你对我们花家真的太好了，送了琉璃这么多礼物，琉璃都拿不动了。只要县主喜欢就好。幸而田伯伯体谅琉璃，还特意派人把这些东西送到琉璃那儿。爹爹说的果然没错，田伯伯就是我们花家在玉京关系最好的人。田尚书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？还是平常抠门着呢。对，今天是真的开了眼了。小姐，前方太子殿下！啊！哎，快让他们绕道而行。不行，他亲自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拿着几封信呢。啊！他又想干什么？真是阴魂不散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迎难而上吧。啊！那小厮竟然说太子简陋，这很好看，好吧？太子殿下，一日不见，花县主身体就恢复了，适应力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殿下如此挂念，臣女自然要好得快些。听闻花县主今日在尚书公主府大肆刮搜了一番，收获颇丰。殿下真是误会臣女了。臣女与尚书大人和公主殿下是礼尚往来的，怎会是臣女搜刮了一番呢？那姑是否有礼物？哼，送礼物，我都不想来的好吗？自然是有的。袁伟，去把给太子殿下准备的礼物从马车上拿下来。是。脸皮可真够厚的，长这么好看也是白瞎了。要哪个好呢？就是你了。琉璃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个是公主殿下赠予琉璃的，那就是琉璃最珍惜之物。琉璃把它转送给太子殿下。考匾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好不容易打的球服，干嘛要给他？这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听闻花县主送了田尚书整整1箱，你就这般糊弄姑？殿下若是不喜欢，臣女还有别的礼物，
可以送给殿下。别家臣女可都没有送银子，这银子也送给太子殿下吧。哦，殿下这大家大户，应该也不稀罕臣女足。这个钱，居然是他。花县主的好意，姑先收下了，请府上坐。还有后招，太子这关不好过。花县主，随便瞧瞧，瞧瞧姑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，尽管拿走。不敢不敢，殿下所用之物都是带着龙气的，臣女怎能配得上呢？那是自然。你挖坑我就得跳啊，当我傻？这是姑养了5年的狸奴，名叫花花。臣女在。哎呀，不好，她叫发发。发发，好名字，吾喜来家有才。发发你好，我是花花。姑又记得当年花县主嘲笑过姑，连只狸奴都没有。啊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臣女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嘲笑太子殿下呀。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太子哥哥，你会骑马射箭吗？今日我爹送了我1匹小马驹，还送了我1把弓箭，你连只狸奴都没有，你好可怜呐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拿着这把弓箭得了第1名。射箭第1名，姑若没有记错，某人在城门口可是说，自幼柔弱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。小姐，臣女并没有说谎，这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，只不过这个病的反复时间有些长，臣女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健康生活，后来便又一发不可收拾，臣女十分可怜的。我娘说，怀着我上战场，给我带来的后果便是纵马打架无所不能，剑兽无比，打遍青函州无敌手。听说那些臭东西又说我们花家坏话了，等我将来回到玉京，第一桩事就是打的那些只知告状的文官满地找牙。臣女是听娘说的，所以一直以为自己的身体十分康健。后来在一次战役中，臣女中毒了。继续编。行，花县主，外面凉，我们进屋说。花县主，臣女在。刚说到毒，姑突然想起来，姑这里有1瓶当年你送给姑的毒药，姑拿给你看看。小七小八。哎呀，突然觉得好晕呀！太子殿下，请见谅，臣女身子不好，怕是要……哎，太子殿下，请见谅，我家小姐病发作了。奴婢这就扶她回去休息。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今天先让你溜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请裴少卿过来，姑需要他。是。小姐，你竟然还给太子殿下寄过1瓶毒药，你莫不是要刺杀他吧？唉。万万想不到，我竟然不是始乱终弃，而是自杀未遂。我当年只是遍地撒网邮寄的书信，没想到还有人回应，况且还一直都留着。你撒网捞谁不好，非要捞太子殿下？那我当时只是一时兴起嘛，而且
我还给他邮寄可多东西了呢。你不会还给他寄过其他毒药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贵女小姐王公大臣没搞定，皇上还没见到，倒是半路杀出个太子来，假头痛也要变真头痛了。